心靈能看透萬事，若心在身體之內，應能看見體內事。是否有人先見你，再見身外物清晰？不見心肝與疲憊，卻見指甲花長起。筋脈扭轉，血流動，本應都能目睹中，為何這些看不見，體內不知愛怎動？所以說心在體內錯，這種認識不確實。能知能覺心靈鎖，不在身體內停泊。你也如此，心靈能看透萬事，若心在身體之內，應能看見體內事。是否有人先見你，再見身外物清晰？不見心肝與疲憊，卻見指甲花長起。筋脈扭轉，血流動，本應都能目睹中，為何這些看不見，體內不知愛怎動？所以說心蓋體內錯，這種認識不確實。能知能覺心靈鎖，不在身體內停泊。所以說心在體內錯，這種認識不確實。能知能覺心靈鎖，在身體內停泊。所以說心在體內錯，這種認識不確實。能知能覺心靈鎖，不在身體內停